善用社區資源。了解社區資源的途徑。要了解社區內提供的設施和服務，有多種途徑，例如可以打電話、上網或親身前往查詢。善用社區資源的方法，我們可以因應不同的需要，在生活和學習上善用各項社區設施。公園、圖書館和博物館是學習知識的好地方。各個活動中心和體育場地經常舉辦多姿多彩的文娛康樂活動，充實我們的生活。使用時要注意的地方，社區設施是屬於大家的，我們要尊重別人享用設施的權利。使用時，我們要遵守規則和秩序，不破壞設施，這樣大家才能共享設施帶來的便利和快樂。